酱酱喽，9级加行人路，非常大，非常远，看到都有点痛。真的可以说，艾特的滑板非常 A 加。酱酱加油！ OMG， 酱酱他的屁股好痛啊！大家点赞比支持酱酱。谢谢你们。Are you okay？ 你睇完未啊？睇完點讚同留言啦！